你知道吧？这个玉龙雪山又叫黑白山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纬度低，海拔低，对，它不是终年积雪的，山体呈黑白相间，所以又叫黑白山。你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对你接着补充啊，让我歇一歇。哎呦呦，女1号到前面去了。哎呦，你这到跨了还玩，在小看你了哇！耶，哦耶！你分娘啊，咋子羽绒衫？什么情况？不行，你这别上去了，你妹妹在休息啊。3组动作，多吸氧。不知道有屁个用上。男1号啊，加油啊！哪个是扇子走？这边这个主峰是最高峰，呈一个扇形，像扇子的褶皱。对，我知道了，明白了。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。10年之前到那个林芝看见了南迦巴瓦峰，我有个朋友1年去了4次都没看见，正好我们去了那一回，云开雾散。对，太太件衣裳，你还是热得发得了，有没有管用吧？啊，你接着歇，我先上了啊。看样子啊，不太用着。哎，我刚好才会不正够了。哎呦，这个不行哇！他是男的是女的？男的。哦，男的。哎呦，大概2期，大概2期。你赶紧给他吸呢。没事，我在。你真没事吧？好。哎呦，好大一天，导游规定的，你要是躺下的就要报警。你几岁啊？问一下，多大年龄？42了。72。42。哦，42。你还比我小1轮，我先上了啊！哎呦，碰到一个妹子，都光脖子穿马甲袖了。现在我恨不得弄2只锤子给我宰脱。赚得多再干个天天单车，爬上去才是顶峰菜，多远上顶峰。时光随了谁的上啊！肉龙山山4680身皮啊，那个是对呀，我前面你要觉到你前3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没氧气管，分吃60块洋钿个3四，对啊，还没羽绒衫，还不记得那行话。对，全本骗子，全本黑牛混，全副武装的人，到现在为止一家分上来。还只有爬上来的人能够亲眼目睹犬牙相差的山之对峰，像一幅敞开来的山阴水墨画一样撼人意。哎呦，还不容易累了，谁也下去了。再看一看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子弹都谁？你不容易坚持到底，看个张头皮。你看我们前3名没有一个胖子，没有一个肚子上面有肉的。对。哎，你这个女啊，哪副来着？女啊，普通单车的。我现在是来了处女峰的山脚手指峰，并且有这个形象代表。那么你现在作证，你作证，一次作证都上来了。哎，但愿讲个闲话，随时再精彩的话继续。有点大来着，还是要下去吧。快点，老远在还是要走吧。这边子老汤气。登山石带子随是一种征服的快感，只有爬上来的人才晓得。第一趟一个人坐缆车，趁两旁边侪是湖，没啥拍头的辰光，我不想如果回到苏州，人家问我玉龙山山的展望特产是啥？2样物事：氧气瓶、水素。少个工业，用子爬得快，不用爬得更快。但是很简单，停下来吸氧气也要辰光的啦。你那下来做玩些啦，啥意思啊？60块人民币啦！阿姨说你们上次这样气了。